传扬授权客家名录学简，每日一项语成本，为到鼓励民众行业拍种，可在讲下。客家背景会2月18號宣布，將為828版本免疫1000口嘅數位客家幣。客委會主任背景顧秀輝表示，希望透過客家幣嘅發放，鼓勵民眾烹調客種，認識客家文化，未透過使用數位支付，老店家進行行業互通，老講客提醒做全面認同，本行業自然進入正白地位。創造行業創新，老提醒拍種經濟嘅松軟局面。顧主委說明，反派得到標榜行業家庭新政，174年通過行業認證者，限อยู่18到49歲，百姓登記韓國手簽冇手到嘅民眾，都做得地圈台實際嘅人士，知識嘅客家文化從點白整體嘅愛講下合作店家消費。顧主委指出，828版本客家幣完全做得創造透過自治口嘅san切，對文化推廣、老產業經濟層面來講，為咗動態嘅效益，所以客家幣係連結民眾老客種嘅重要工具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簡嘅報道。接下來我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項語就係口。阿妹得到1000口嘅客家幣，阿妹得到1000口嘅客家幣，你學過嗎？下禮拜講來聊。